大家好，我係 Anissa 汪善儀，係基督化管理教室嘅老師。我會帶俾大家由上帝仍在管理至基督化管理呢個系列，一共有20集，每集12分鐘，一氣呵成帶大家快速去了解呢一個既重要又冇人談論嘅課題。今集係宣傳同簡介，想問大家，你知道上帝仍在管理嗎？有冇厭倦教會經常重複討論一啲管理問題，又或者經常逃避關於管理嘅問題？用現有嘅管理模式，總係覺得爭緊啲嘢，又講唔得出嚟。基督化管理教室第一個系列20集，帶嚟上帝仍在管理呢一套嘅管理概念，可能夠帶俾大家亮光。有幾條題目可以自問自答。你認為教會或者事工使用現代嘅企業式管理技巧同埋專業，至能夠成功？第二，你認為聖經冇管理嘅概念同埋準則，只能夠借用現代管理知識同埋模式？第三，管理跟靈命成長毫無關係，係咪？咦，你對聖經同埋上帝有冇創造管理呢樣嘢？的確可能有點嘅偏差。基督化管理教室會帶俾大家重建一個地基。基督化管理唯一嘅根基就係上帝仍在管理。管理從來就唔係一個靜態嘅定律，而係上帝自創造持續且動態介入你我生命同埋事工。唔係一套講求技巧同埋工具去控制去賺錢或者更成功。第一步唔係去管理人，而係讓上帝管理我。有核心嘅原則係唔以我為先嘅。基督化管理理念建立一個唯一不可動搖嘅核心價值，就係以神為本 God-centeredness。如果仍然將管理概念基本釘死咗喺以我為先，係藝術係科學，就會將侍奉好容易變為咗一個空談。以神為本唔係一個口號或者花招花瓶，而係對自己靈魂深處嘅挑戰。聖經教導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。當每日生活做到心口合一，宣認耶穌基督是主，先至係踏入基督化管理嘅門檻。去到管理方面就踢走上帝呢，就一定冇辦法效法基督啦。我哋會講到四大支柱，呢個四大支柱係認清咗一個事實，喺核心之上將建立維持侍奉生命係一啲有個不可見嘅基礎，就係呢4個原則成為支柱。原則1，以神為本係核心價值啦，但係亦都係講咗上帝嘅獨特主權作為原則係最為穩健嘅。原則2，受託職分 stewardship 或者叫 entrusted stewardship，必須接受自己永遠係上帝嘅僕人，因為主權100%屬於上帝。耶穌基督已經示範咗啦。原則3，屬靈恩賜 spiritual gifts， 管理不只係專業技能同埋經驗，上帝額外咧係俾咗啲支援同埋禮物，侍奉嘅能力來源。上帝所賜下各樣屬靈恩賜，建立教會。原則4，屬靈生命 spiritual life 或者 spirituality， 呢個持續基督徒成長嘅品格。屬靈生命係必然嘅，個人唔好好嘅管理自己，係直接影響上帝嘅計劃。靈命持續成長，結出屬靈嘅果子，做好上帝所吩咐嘅侍奉。記住4個原則，缺一不可。講完咗原則，而家就係概念元素。挑戰、習慣同埋傳統。現代嘅管理由計劃開始，大多數到評估就結束㗎啦。基督化管理就唔同啦。上帝仍在管理係將管理連接創造同永恆嘅主。呢一個7個管理嘅概念同元素係循環，而且係不斷嘅發生，因着以神為本而更新管理嘅概念。呢7項係計劃 planning。唔係你習慣或者請 AI 幫手定一啲目標做計劃，係探求並認清上帝嘅心意，
接收上帝嘅計劃，開始一個信心嘅旅程。組織 organizing 將未有實體嘅上帝計劃漸漸建立咗呢一個具體化，表達上帝俾嘅異象、使命、目標或者大約嘅藍圖。協調 coordinating 協調唔單止係溝通、彼此聯絡、運用資源，係包含住牧養關顧嘅各樣即時運作嘅團隊。大家習慣關注嘅領導崗位同埋職份呢，係屬於協調嘅一個環節。監控 controlling 呢個係接受上帝嘅監管，係在於正面保守呢個心智，防止落入以人為本。決策 decision making 根據基督徒生命核心價值做揀選同埋決定，建立一個決策習慣同埋準則。評估 evaluating 來自上帝嘅監控，有共同審視標準，俾到鼓勵幫助從過失中悔改。頌讚 praising 呢一項係同現代管理最大嘅唔同，唔係宣告成功或者講句感恩，係留下永不磨滅榮耀上帝嘅名嘅證據。呢個證據係包括咗人嘅不足同埋上帝嘅補足。最後知道啦，要一齊出發。知道又如何呢？一般人都視自己為船長、掌舵人，但係現在我哋轉為上帝嘅助手。剛才提到有上帝仍在管理嘅根基，讓上帝管理我嘅出路，喺上帝嘅掌握中學習用佢嘅管理嚟管理佢嘅事工。20集我會逐一嘅再講解。呢一個系列無需任何嘅入門，你或許已經喺教會擔任有管理或者行政嘅職份，或者只係想增加聖經在呢方面嘅知識，又或者只係為自己學習，想做到心口合一，宣認耶穌基督係主，歸榮耀俾父上帝，盼望上帝送我哋一句：你係我忠心又良善嘅僕人。呢個系列都會俾大家有一個嘅亮光，請即 like 或者係訂閱我以下呢個資料 Facebook page 或者係 YouTube 嘅 channel， 係方便大家容易揾到我。大家快快嘅傳開，慢慢嘅學，慢慢嘅反思，可以做個人或者小組一齊分享討論都得。留意第一集嘅開播時間啦。